国暴政在东突厥斯坦非法拘押数百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并一直打压维吾尔精英，现在加强消除维吾尔文化遗产力度。据最新消息，在和田地区玉田县，具有800年历史的艾提奈尔大清真寺被中国当局拆掉。这座清真寺建于1237年，维吾尔文化和建筑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居住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和他们的支持者聚集在墨尔本市举行游行，以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人权侵犯行为。一些民间组织和土耳其公民也参加了本次活动。与此同时，伊斯坦布尔市萨拉齐哈尼公园正在举行为期1周的图片展览。展览会主要介绍维吾尔文化以及中国占领下的东突厥斯坦的局势。展览会为来访者提供免费的维吾尔抓饭。虽然与美国作战的中国政府加强了与欧洲的和解，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朗普政府的压力下，欧洲国家之间没有针对北京的共同战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欧洲之行中，G7国家意大利加入了在“一带一路”倡议。意大利是不顾欧盟和美国的反对，第一个加入中国战略的G7国家。两国之间在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卫生、电子商务、能源领域签署了70亿欧元的协议。另一方面，德国担心中国投资者对德国工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对本国在高新技术领域上的优势受到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如果自己在9日的议会选举中获得连任，他将正式吞并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某些犹太人定居点。我将扩大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主权，每个定居点都是以色列人的。我不会把主权交到巴勒斯坦人手里。与此同时，这位右翼政客反对两国和解方案。他表示，巴勒斯坦将威胁我们的生存。美国国务卿麦克·彭佩表示，他们已准备好回应俄罗斯军队在委内瑞拉的存在。在北约外长会议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彭佩说，他们重申俄罗斯军队在委内瑞拉的存在以及将他们与该地区分开的必要性。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则表示，俄罗斯向委内瑞拉提供的军事装备及其维修服务都有合法的依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新机场正式全面投入运作，原有阿塔托尔克国际机场则在周六凌晨结束商业运作。机场多达1万件设备陆续转移到新机场。搬迁期间，阿塔托尔克机场和伊斯坦布尔机场的所有定期客运航班都被关闭12小时。阿塔托尔克机场的最后一班航班是飞往新加坡的。